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18章，上主命令摩西，就对以色列人宣布：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捌带过埃及，遐的人的行为恁毋通学。我要带恁进入迦南地，遐的人的行为恁毋通做，嘛毋通缀因的风俗。恁着切实遵行我的命令甲规例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遵守我的规例甲命令。人若遵守这个，就会得到活命。我是上主。恁拢毋通甲近亲有性关系。我是上主，毋通甲老母有性关系，来凌辱你的老爸，伊是你的老母。毋通露现伊的下体。毋通甲你的老爸其他的某有性关系，来凌辱你的老爸。毋通甲你的姊妹有性关系，无论是共爸的，还是共母的，伫厝内也是外面生的，拢毋通露现因的下体。毋通甲你的查某孙，无论是内孙还是外孙有性关系。因为因的下体是你家己的下体，毋通甲无共爸无共母的姊妹有性关系，毋通甲你的阿姑有性关系，伊是你的老爸的骨肉至亲；毋通甲你的阿姨有性关系，伊是你的老母的骨肉至亲；毋通甲你的阿姆阿婶有性关系，毋通甲你的新妇有性关系。毋通甲你的兄嫂、弟妇有性关系，甲你有性关系的查某人，你毋通搁甲伊的查某囝有性关系，嘛毋通娶迄个查某人的查某孙做某，伊是伊的骨肉至亲。这是乱伦见孝的事。某要活地，毋通娶伊的姊妹来做伊的对头。妇人人经期中无清气的时，毋通甲伊有性关系，毋通甲别人的某有性关系来拍拉三家己，毋通献你的囝、查某囝互摩洛，毋通亵渎你的上帝的名。我是上主。毋通甲查甫人有性关系，亲像甲妇人人共款，这是真通厌恶的代志。毋通甲任何情生交合来拍拉三家己。妇人人嘛毋通甲情生交合，这是违反自然的代志。你毋通做以上禁止的事来拍拉三家己，因为我要伫恁面前赶出去的外族人，有做这事来拍拉三家己。因安尼做嘛污染土地，所以我刑罚土地，互土地将遐的子民吐出去。所以，恁着遵守我的规例甲命令。这个通厌恶的事，无论是在地人，也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拢毋通做。伫恁以前，即个土地的子民有做这个通厌恶的事，地受污染。恁毋通污染迄个土地，则免地将恁吐出去，亲像将恁以前的子民吐出去共款。若人做以上禁止的事，迄人着对人民的中间激出。恁着遵守我的命令，则免恁去缀以前的子民通厌恶的风俗，拍拉散家己。我就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